恁毋通论断人，免得恁被论断，因为恁安怎论断人，也必安怎被论断。恁用啥物牛气牛互人，也必用啥物牛气牛互恁。为什么看见你兄弟眼中有刺，却无想家己眼中有流木呢？你家己眼中有流木，安怎对你兄弟讲，用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你这个假冒伪善的人，先去掉家己眼中的牛木，然后才会看得清楚，去掉你兄弟眼中的刺。毋通甲圣物互狗，也毋通甲恁的珍珠等伫底前，恐惊伊践踏了珍珠，转过来甲恁。恁祈求就互恁，走做就吹见，弄门就甲恁开门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到，走做就吹见，弄门的就甲伊开门。恁中间谁有后生？油饼颠倒互伊石头呢？鱿鱼颠倒互伊蛇呢？恁虽然毋好，上局知影摕好物件互囝儿，何况恁伫天顶的爸，岂无将更较好的物件互求伊的人吗？所以无论何事，恁愿意人安怎待恁，恁嘛安怎待人，因为这就是律法甲先知的道理。恁爱入下门。因为因甲灭亡，迄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入去的人嘛多。因甲永生，迄门是狭的，路是细的，找到的人嘛少。恁爱防备假先知，伊甲恁遮来，外面披着羊皮，内面却是残暴的狼。凭着因的果子，就会当认出因来。刺仔顶岂会当挽葡萄呢？枝内内岂会当挽无花果呢？安尼，凡好树就结好果子，唯独歹树结歹果子。好树袂当结歹果子，歹树也袂当结好果子。凡无结好果子的树，就斩落来，等伫火内。所以凭着因的果子，就会当认出因来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未会拢入天国，唯独尊敬我天父旨意的人，才会入去。当迄个比如真侪人对我讲：主啊主啊，阮毋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真侪异能吗？我就明明地讲互因讲，我将来无熟悉恁，恁这会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所以，凡听见我这个话就去行的人，好比一个聪明的人，将房屋起伫半石顶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弄着迄个房屋，房屋总袂倒塌，因为根基立伫半石顶。凡听见我这话无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，甲房屋起伫沙土顶。雨淋、水冲、风吹弄着迄个房屋，房屋就倒塌了，并且倒塌得真大。耶稣讲完了这个话，众人拢希奇伊的教示，因为伊教示因亲像有权柄的人，无像因的文士。